边的土匪听着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别说话，放下武器，出来投降。闪开，退后，不然我打死他！退后，把枪放下，再叫我打死你！放下武器，退开！你今天跑不掉了，把枪放下。你给我退，不然我打死他！刚才那个土匪到底说啥了？快呀，快说呀，快跟金队长说呀！他就说，就是抢了2车军火，还说过2天黑龙潭的人给他送大洋。是真的吗？小红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让警察去消灭土匪，你这不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吗？你了解土匪吗？你看，20年前的庞局长，就是因为惹了土匪了。可咱们是警察呀。你呀，幸亏是我的得力干将，要是换了别人，我告诉你，我指定让你带着人去打土匪，你能打过人家吗？人家武器装备比你好，你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。哦，我也知道，你现在正在追求董会长的女儿董苗苗，你回去问问她啊，问问当年她爷爷是咋死的。我听说，好像是被一个姑娘毒死的。后来这个姑娘被抓到了，就是黑龙潭的一个女土匪。结果怎么样？你说这庞局长好色。就因为好色，把自个儿的命都搭进去了，不值，不值啊！局长，那咱们也不能看着土匪逍遥法外啊！剿匪我们是要剿的啊，不是还有部队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了？明白了。你明白啥了？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只字不提抢军火的事。小伙子，这就对了。咱们是警察，咱们的任务就是维护社会治安。是。你们这次主要任务是组织货源，途经西安运往陕北，并掩护途经西安到达陕北的同志。任务可是很重啊。请首长放心。王军同志生前在西安，一直和一个爱国商人联系。这个人帮了我们很多的忙，现在搞清楚了，这个人叫董秋实，是西安商会的会长。最近他刚刚犯了2汽车的军火，清一色的德国武器，可是还没运到西安，就被黑龙潭的土匪给抢了。你现在要想方设法和董秋实取得联系，记住，千万不能暴露身份，因为董秋实他毕竟是个商人。董秋实，苗苗，这家饭馆的菜真的很不错，吃点儿。苗苗，今天能把你约出来吃顿饭，我真的特别高兴。起码说明你不生气了嘛。我要喝酒。啊？苗苗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要让董叔知道了，我爸也管不了我。老板，上酒。哎，苗苗，好，随你啊。正好我今天心里也有些不舒坦，我陪你喝2杯。你有啥不舒坦的事啊？苗苗，你不知道，现在抗日前线正需要枪支弹药，可居然有人发国难财贩卖军火。前几天我带着弟兄们前去阻击，没想到却让黑龙潭的土匪先下手为强了。
最后还打伤了我的几个兄弟。你咋知道是黑龙潭的人抢的呢？黑龙潭的土匪在西安城里面有个卧底叫麻子，哼，这家伙好色，在妓院里面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。吕庆元同志，组织上知道你不但熟悉中国字画，而且还有比较深厚的研究，所以你们俩到西安以后就开个字画部做掩护。我们在陕北收集了一些比较好的字画，虽然不是上乘之作，可是你们把它带上，挂在店铺里，还是可以摆摆样子的嘛。报告首长，上次我和李庆元一起经过一个老乡家门口，看见一对石头狮子，他呀立刻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了这对石头狮子是啥年代的。所以让你们开个字画店铺嘛。你们想想，凡是能够收集字画的人，都是比较有钱的人。你们在和他们的交往中，或多或少都能打听到一些商业上的事情。报告马部长，能不能考虑重新给我换个搭档？哎，为啥？报告马部长，我们去的是敌占区，太危险。我不怕。报告马部长。报告马部长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再报告了，有话就直说。男女住在一起，不太方便。不是说好了吗？你们以兄妹相称，是兄妹关系嘛。那也不方便。那怎么就方便了？我自己一个人去。吕庆元同志，我看你是有点封建吧？不是封建，是麻烦。马部长，那我一个人去，我也不要助手。怎么，你也封建啦？我是反封建。我最恨瞧不起女同志的男人了。哎，马明明，我没有瞧不起女同志。这男女总有差别吧？吕庆元同志，这是组织上的决定，你必须执行。来，我今天要看看董大小姐的酒量如何。我只是想为周文俊喝一杯。好，为了你的好同学。慢，金宵，我得请你帮我一个忙。苗苗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俩之间还用说帮吗？你一句话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那好，你帮我查查周文俊到底是咋死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干杯！哎，行不行啊？多吃点菜。哎，刚上来的热肥肠。我来揭穿你的想法吧。你呀，是担心马明明时常和你抬杠，对不对？这，你也不想想，正是因为有了马明明时刻和你抬杠，才能阻止你的鲁莽和冲动。你呀，机智勇敢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，这是组织上认可的。但就是遇事爱冲动，